2層半 corner house， 地好大 ，land size 大概3900方尺。邊皮開一個門入嚟，泊5架6架車都冇問題，靚。屋身 origin 咧22尺，但係屋主 extend 咗變38尺。呢 part 就係擴充嘅，多一個食飯廳，廚房做到盡，再飛出去邊皮。乾廚房、濕廚房，入邊仲有一個 mat room 廁所。guest room， 地大屋身都大，靚。有天窗，3樓、2樓、ground floor 都夠光線。呢個 design 正，主人房夠大間，老公或者老婆鍾意買多靚衫褲冇問題，一個 wardrobe 可以做第2個 wardrobe。主人房夠大間，正。